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人到對嚟邊嚟學嘅節目，這個禮拜我哋有幾日見，特別嘉賓特別貴啊，幾裏邊嚟學嘅啊，幾出係是新招嘅啦，所以我直接介紹，有啲是老人啦，成個大隻人，可能特別有啲是少年，特別容易介紹，特別嗰啲是新招嘅啦，頭一擺初男初女嚟嘅啦，頭一禮拜介紹是我歷史裏面講起阿邦，歡迎。Hello，我是阿邦，大家好。你是新疆？是啦，梗係新年，頭一道參。按照你講話，那麼噪音會唔會就係邊啲學嘅呢？會聽你是多少人？我 SB 人誒，我唔是檳城人誒。是係不丹尼啊？對。哦，是係丹尼。我參到潮州話啦。啊，我聽到，但冇潮州腔哦。嗯，你卡出去硬哦。有啲冇啦，加背個。啊，被硬過啊！你幾時聽到邊啲學嘅呢？我幾年前年半前我朋友介紹我嘅，但特別是 this 半年前我都照聽嘅。OK。你朋友介紹你嘅啦。係啊。然後我哋第一個新疆特別嘉賓是大姐，歡迎。來，講我聽人再出嚟邊啲學嘅。都嗱做昂搞掂好啊嘛。哦，大昂介紹你嘅，抓昂介紹你，抓昂介紹你嘅，你嚟卡，你卡昂你買淡薄。來。淡薄聽到你想到底就係勁嘅咧，係嘛？係嘛？我昨晚嗌出嚟啊嘛，都講咗哎呀。哦，你咁樣講，你自己就八啲啊？你等我個蛋啊！你是你看個無秒一賣，來我咱考一聽，咱聽下伊講啥物，咱開較大聲淡薄。來講。我想你就是個你講話嚟講我播 broadcast 出來你聲氣，然後你抖音到咯。重點到啦。我再講呢。你到世界第一個人會咯。非洲嘅是印度。非洲嘅隔壁。你到檳城是到是唔是檳城嘅人咧？還是到吉打？是到我吉打人。你吉打？吉打鼓。我是吉打鼓，我唔是檳城度。檳城度。OK，嚟呢個另外就特別嘉賓是學生，歡迎。Hello。學生，你是到落當嘅？Sydney。Sydney， Australia。就冇幾嘅。Australia 有冇幾個訂你個定啊？唔係講啊，我是人大咋。你 OK， 你OK，咪你到幾時聽到邊啲學嘅呢？幾年前，特別我聽咗幾年半，聽到一頭聽幾集了個聽咗。上個是未記，因為嗰陣時我 internet 真慢。了個過程，我再學另外一個朋友，佢再看到一聽到 iTunes 嘅位，了我上個時我嚟看 website，我聽到對。OK，所以你把你是聽過聽到聽到嘅淡薄咧，是當佢冇聽過，佢把你個線就對啦，把你個聽就對。OK，特別食講啊，外學緊啊，食菜啊。冇講食菜啦，冇講食菜。你不聽，佢係傾往茶菜，咁又見時聽係明白。你那是不要講嚟講，你來講咧，我甲你翻譯。會使。你是阿媽西還是鄧人車？我鄧人嘅，特別把路甲轉去阿毛。把路甲轉去阿毛咧，特別到處時佢就講咩話，你真係不要講福建話。到處學，我係厝內人，甲了講福建話嘅，敢若是甲我講話是講鄧人嘅。做咩事呢？你知啊，成日識問幾個時候你講呀？你計較啦。我一人佢搞計較。因為搞你計較，特別嚇你講話福建話講得就好，背派背派。你到檳城是檳城嘅人是到對人？檳城到一個。單做夢啊！咁我想你捌哇？唔捌。我佢單做夢一度㗎啦。你是我小學啊，並嘟啊。OK。แล้วก็另外一個特別嘉賓是左昂，歡迎。我是左昂。左昂啊，你係咪人？多少卡？阿羅斯達。阿羅斯達咪是阿羅斯達是吉打，還是 Perlis？是我未記。阿羅斯達是吉打，你是唔是加即係大隻上即係金邦嘅？上金邦嘅人咯。
哦，แล้ว你是得嚟聽到，你介紹大，你介紹大隻聽，但係你個其實得嚟聽到呢？邊嚟學嘅？我是 Google 來 Google 去，然後 Facebook 吹來吹去，冇咯。裝較大聲淡薄，但係你講細聲，但我叫你做較細聲，實變咗上細聲。我是講我是到 Google 吹掉嘅，唔知是 Facebook แล้ว無數做嘛，就整แล้ว嘛是吹掉咯。你做到整得咯？我到 Dublin 位。Dublin 學嘅話叫咩？我唔要講，我前個冇講。Dublin 是到德國啊？唔是啦，是到Ireland 啊。是 ，Oh my God，my geography 嘅差。Dublin。我唔要講福建話，按照講我唔要講。英國啊？唔是哦，英國是英國哦，你是。哎呀，英國誒，你句嚟 UK 啦，UK 啦 ，UK。唔是 UK 啊？嚇？上一次，樣家己有家己嘅國家就，樣子啊，冇爽 UK 嘅就。冇啦，唔是 England，你是 UK 唔是參加了 Ireland，係咪佢了 Wales 嘅了？UK 是跟Northern Ireland 啊，唔是 Ireland 國家。哦，伊是愛人，正人。對，愛人嚟。你大邊隻股啊？冇啦，冇多幾年啊。哦，我都覺得冇奇啦。然後你大邊人唔是，你大個講大就 style 啦。OK，然後另外一個。back gap 邊阿偉一嚟啦，今日是新疆啦，佢經出嘅呢隻大背鏡可能。我是大背鏡。大背鏡你誒買接觸呢？就特別我問你幾時聽邊咧學緊起，搞到當天讀得咯。我當天讀。嚇？講。我年半。你 OK，等陣我聽特別嘅就是你聽到 live feed 嚇，你若是講聽到鬧你聲咧，你就是特別冚去 live feed，啊，不然即係講話先特別。冇幾條。啊，冇你 continue 講啊，即係對。喂，我就聽到你講話事呢，就了啦。大姐，愛講話事 mute 你咪。好。mute 落Skype 嘛。啊，那你咪好人聽到你聲是你就 mute 你咪啦，你自己講話事冚你咪。我講話你聽到，等陣啊。Hello。聽到，那是你俾夾別人講，唔是夾我人講嘅時，你就 mute 你咪去。啱啊。怎麼講錯你聽到？冇講咩我錯啊？啱啊。是一接出去啊！我俾教人 tuition 上面就即係我哋是咪講 tuition 就教人安怎用 Skype 教人安怎做邊啲學嘅特別嘅邊？你先教個了數，特別嘅了先教。特別嘅講句看我佢聽到你聲。Hello。移動嘅我要嘅啦，佢慢慢學咗嘢咯，所以佢可能會講蘭州話啲啦，講蘭州話咯。大姐，那是你講話你咪大姐。大姐。阿妹，你哋是咪夾別人講話是 mute 你個機麥去曉聽未 ？mute 麥起來，我起晒啦。我唔是 mute 麥咩？我個聽到你講過。你瞄嘢啊！你瞄唔到物件，你唔使看到物件都彈。到啲咧 Skype 會啊 conference call 會就係 microphone 咧就挖過去，喺你個彈掉。做安都計搞介紹咯，冇人都冇肯笑啊！多謝琴日一係點翻你？等我做啲。怎麼講錯我聽到？冇。哎呀，拍生氣，你叫你拿叉話，講下聽講。講下。我個孫女。有孫女我個。你是係咪話？你叫人家係咪話？當你講嘅事。跟他抄話啦。跟你啦話一種啦咩？跟你話多謝啲個人話。就地種俾咩？係啦，跟你話個 Hindi 個Tengalu 個 Tamil。我馬來西亞傳統。大咩？แล้ว你อันนั้นตัวที่ลองตัวที่ทำเป็น講ตามิลเลยว่าเป็นไหมนี่เป็นตัว Southern India 對OK แล้วOK 當然啦嚟 start 啦ตัวปีแก้บุหัน講嘅你是特別ตัวปีแก้ที่講就對話ตัวปีแก้你 try 嘅話好啦，阿偉一道機會 Hello，聽到。聽
聽到接着 continue 講，我看我聽到你幾句啊？講。為了做啲我第時聽到別人學見，聽落久了。聽唔到，棒棒。你現在你 cut off 你 cut off 啊 ，sorry。你到注意講未一下啲對，所以那時講別嚟講我特別 drop 你別聽 live 嘅。哦，特別驚啊！你 try 講啊！你我聽到你講幾句就對，講幾句就對，我嗰啲點講你講看，你講哦。你咪 stop，你 continue 講1、2、3，講到100。啊，1、2、3講100。啊。你聽到 live 嘅 show 係啦，because 你是唔是你 stop 是邊你聽到聲 repeat 到你耳啊喂。冇啊。啊，冇做咩事你啲喊。我注意講話。博士了，而家一禮拜博士了，第一 kick 死我了，我回館了。呢個係佢咕嚕啊！特別記得 try 下，佢講佢一擺。我聽你再講。啊，是唔是？就注意講話，我就知啊。佢，哎呀，別啊 ，OK，特別嘅，不知啦，咱 test 過一個嚟講句啦嚇 ，OK，今次啊，禮拜一再見。那是你那是會講嚟講，有啲咧chat room 會拍出來咧，是我個讀出來啦嚇。聽未掉一啲對 ，OK，來啦，咱個嘢講。聽是個檳榔嘅呢啊。哦，檳榔浪就是可能用嘅咧，以 bandwidth 嘅咧，檳榔冇彈嚟用。叫攞咪咁樣 download 片啊 ，download 片可能 bandwidth 冇啊。你是唔是 download point 嗰啲後背啊？嗰啲 background 嘅。Anyway，嚟就去講 tuition 啦，就我這禮拜話地學阿邦講起先，阿邦幾歲 ？Hello，我20歲。我20歲，你咪是 tuition 誒經驗咪是真正淺嘅咯？冇啊，我古早 tuition 咪是 primary school 加小學加中學 tuition 嘅嘛，去個 college 加大學本部 tuition 嘅嘛。對啦，特別我知啦，特別你咪是你咪是應該卡一句話咯，人哋我唔知定。哦，對啦，我係是報真濟。你報得一邊嘅是多邊嘅是正邊嘅是？嚇，係咪是多邊嘅是咪是正邊？你講你報你是嘛？咪係得一邊多邊嘅是。古早是因為較希望讀冊是教了人本去報習嘛，所以教了 parents 嚟真驚書嘅。係咪是本叫你去報啊？番仔啊、長人啊、按摩教了報教了嘅。哦，แล้ว你報什麼？你報你教你去報是不是實一個先生報教了呢？還是其實一科個冇成會報嘅？COS 是一個先生報教了喎。哦。then 中 OS 是一個 subject different 嘅。แล้ว你去中 OS 你報幾科？中 OS 啊，我 form 1 form 2 form 3上個是報5嚟啊，咁 form 4 form 5上個是報4嚟。我4咪是川4，幫我都係一個報4報幾隻。我係 weekday 是 full of tuition 嘅，但每本係去 tuition 嘅。哦，你未試咩？你冇變啊，你冇報有時上個。你試過看個未背？因為有時。學當先生教你冇明白嘛，然後你要去補習，咪你會學到嘅。你冇問先生咩？老師，我未曉這裡，你介紹我冇問啊？啊？還是你直頭？老師病話係講，你根本未曉你講嘅。我講唔知是我講呢，還是你講表假呢？好死！是調換。OK，那個就都未多隻，你多隻你補習啊？你幾時報習？定得還是到？還是你我前兩冇報習啊？到幾年？定得你記你後尾一擺報習是幾歲？我未記啊喂，我只都見幾歲？19頭要電。我咪雜交去呢。買先啦。雜交去個減你 discount 係等於 discount 就7%。10幾年證啊？10幾年證，你幾歲啦？你雜交歲是啦，後尾一擺報習啊？我報個老師咪講報嘅喎，我就報。你做咩事先生買報咯？啊？你就是怕教嘅啊？冇教嘅啦，我老師個
我無怪人，我比老師較厲害嘛，我教對對伊嘛，叫我對咯。哦，這是假搞啊！這唔是叫，這叫做冚爛。你講下你博士嘅經驗乜啫？我定少補習嘅，我補個老師咪補強對嘅。我知啦，講下你做唔做你教呢？你幾歲還是？是啊，還是幾歲？我唔記得，10幾歲。小我就我。放幾歲？我放快10幾歲啊，就你睇 remove 喎。冇睇 remove 10歲咯。啊，差不多係咯。我補啊，咪補嘛，我企邊困嘅嘛，冇企邊講話，老師咪叫你對咯。你咪是聊你爸女啊？你爸是不去困？起碼就係聊，我爸爸就聊女。你爸學女去博士是希望你學物件，特別你搞個了，你就。我定前面嗰啲啊嘛，嚟講。我咩？靠雜喎。哦。靠雜喎。我見靠雜波啦嘛，厲害啲。你睇咩等嘅定打時？係咪嘟？嘟中。嗱，我做沙頭車嘛。你個裝是唔是我等嘅啊？上班嘅嘛。我上班。OK，但我未裝你計咗就博士喎。啊，我想下。應該唔辦啦，唔辦。應該唔係博士貴，唔係。你個叫博士咩呢？裝？古早是啊，你看細漢，是博士。我是小時就博士是因為我隔壁有一間先生真係好嘅講博了。然後咪是一博就博6年哦。我博6年啊，小學時就你結博個了。因為只英嘛幫我轉來啊，就行去隔壁都是博士咯。哦，那博士是教咩呢？教到做功課是教到extra 咪叫什麼？應該是我冇錯嚟講是extra 冇啦，แล้ว冇呢就是博我下面唔叫冇好嘅咯，佢哋是小學啦。แล้ว當我呢就是慢慢嚟變到成個是一個 trend 而家變到講大家可能特別愛博了，冇博未有驚輸咯，嚇。你驚輸呢？我冇咪博嘅咪。冇，唔是，我是講大家有博了，變到講博士成個是一個大家。那說我是講博士厲害啦。是咯，我變到講真係冇講是講因為往中學嚟就是早起7點到播1、2點嘅時候，對那個博士現時啊，根本是未專心係然後對於博士時候，播嗬，坐到平時佢ผู้人個都特別聽下你博士嘅，我唔覺得冇咩作用啊。特別啦，讀12點你唔知啊？冇啊，1、2點啊。你幾年？等我問你看，你幾年？你嘅 SPM 是幾年摳嘅？我是9個年。真久啦嘛。我讀12點對啊喂，你讀12點，我讀12點嗰度。你頭就學啦，大隻。頭走我無上，檔無上。你其實係對咩仔啊？摩多零嚟啊！等陣摩多零嚟啊！啊，我嚟啊！等陣我摩多零等陣我陪學學生講我啫，學生你呢？啊，今年幾歲？博士六歲啊？11，你會12？你會12了？係，然後古早嘅時嘛，補正濟哦，上加有人講嘅上加阿崩啦。古早個補正濟哦，然後小學嘅時個是2年級個 start 補起哦。然後嗰陣時。你講古早嗎？大隻你等我嘅大聲。了，嚇條話啫。你嚟學生所你講句。冇，我是講個2年級個 start 補起了。然後嗰陣時是上加佚佗爾啦 ，actually 冇咪補嘛，咪唔知本。然後佢個上加6年級，你可能是被考 UBS 啦嘛嚇。然後個 start 去嗰陣時是去迄個先生嘅厝啊，你看啊嚇。然後中學嘅時嘛是上加一個 trend 咯，假如人半補啊，有時你無補，人個看你上加話你係搞啊，免補習嘛。我個條真係無好。做咩事無好你講呢？無童真啊！我講條童真真係重要嘅呢。童真係咩事？無童年啊！哦，你講話係我較大聲，特別咪上我你咪啊！你直接哦，歹勢。嚟補習啫。了。
嘛是。我是想要講好一個波士嘅為何是伊是加密啫，不是對伊徛厝你看你唔是講正大班啦，所以干那20人你看去補爾，你伊甲補甲無相嘅吼，就是講伊唔是上加迄個大班你幾百人嘅吼，伊上加一個人徛頭前要夾麥，安尼款加嘅。你再有誒補習班咧，誠大誒吼，就是安尼款的嘛，人大迄個班坐袂落，坐到外口迄個 corridor 去嘅。有暑假聽未到。你啷呀？講緊聽啷補習啦，啷個了？等陣摩托鈴聲，摩托鈴是老椒啊，摩托鈴是老椒呢。摩托鈴啊，真係幫曬去啊！啷先講者，我做物件啫。啊，做，冚你咪聲，應該冚你咪聲。我咪冚，我是有啲我好聽，我唔就啲咪冚咩？哦嚇。哦，冇你插落我咧，你插落我是 disconnect 你去啊。你等陣摩托鈴個調摩托鈴。OK， 那是冇調嚟講，我咪啷看最補習嘅咧是去咱講小學生啊，小學啷去成個一班嘅你看呢，還是去成個人嘅厝補習呢？本有。哪裡冇？做呢？所以。我厝開班嘛。到底厝開班啊？等陣，哎呦，今日一人問我 live show 到底到落位？佢邊啲好見到看啦，大家諗唔起來看過咩 ？Hello，跟阿傻白教安。跟啊，傻白教安嚟講。誒，仲都聽到我講哦。講。頭晚你問我係咪？嚇，你係問我係咪？我講你細漢甲大漢中學甲小學是有補習喎。補習喎是免不了嘅啦，會使講90年嘅囡仔 start 起就有遐尼物件啊，補習喎80幾年嘅佢講無啊，成個攏遐尼應該是有補習是哦。我有啦，我有。哇，未必變靚啊，成個我會哦，我度幾大哦。嚇。幾年時啊，真少聽人講有補習啊，係咪遐尼啊？真有本事無濟啊。咁90幾年起哦，嗰時教嘅時90時嚇，真少家教聽到講哦去補習咩遐尼物件咯。แล้ว我是想啊，就正 stand 咯，一年次補啊逢快了啦，補啊蒙拜了啊。แล้ว補啊多補。哦，到無補，到家己補家己啊！補個尾來補電話了啊！補咩電話？補個尾來補電話是到邊啊？了點電話了無咪正經家己補先嘅，意思是講讀冊啦。哦，你家己，你就是有家己先哦，定到是？無，若是無補習嚟講，你去等有別人有補習，你係是個人內邊個人無講就一人補習嘅。你是講中學啊？中學啊，會使講，因為我讀數位班啊，真少有補習嘅。成個譬如講做數學哦，做 math 啊咩啊，咱就會曉淡薄咯。然後咱未曉嘅朋友就問咱，喂 formula 就嚟就是 CE 啊啦，伊人個了是 CE 啊，伊揾補還啊本好啊。寫格蘭安啊，寫 CE 係咩 ？Copy exactly 啊。哦。咁了 CE 啦，你記夠啦，咁了是 CE 會照抄，咱咪照顧唔對，朋友咧照去老師講，先生問去，下面嘅啊，這條做下面成寫啊，你無用啊。然後咱我大擺去考冊嚟講啊，但是。因為我讀數位班啊，了我甲有補習嘅，我家會曉安怎寫嘛吼。我寫互家己一點，我佫着寫互朋友兩三點，家己去抄咯。你有收，你有甲收鐳啊？無啦，甲了小細嘅收咩鐳見啊？你若收鐳啊，講樣白哩甲拍到啲，做甲歹勢啲啊，朋友着收鐳啦，蝦米啦，講甲你歹勢甲無話講了啦。OK， 我咪攞會記講攞補習甲幾鐳哦。我古早補還啊，是1箍20箍啊，1箍20箍。啊。阿幫呢？我補甲逢快點先是。
我古早小學時是報你 all subject 嘅，上個應該是一個月上個是40還是45啊？包山包海啊！啊，報數報海個了啦，A 上個是我個記得個故事啊，古早是我 standard 6，就是我8點半到10點半是報 English，另外一個先生。啊。然後係你報是報了啦嗬，因為我11點過係你 all subject 嘅，所以我嘅 English 先生嗬，伊用伊嘅 Kawasaki motor 個調底載我去另外一個先生嗰邊去。咧11點報去啊，報到1點半，後面物件本無只1點半對個禮拜四啊佇厝。阿咪，安尼當嘅你報是？因為有兩例嘛。了，係你11點到1點半是因為 supposingly 伊是11點到1點嘅 ，normally 是2點鐘嚟嘛。特別係你先生計一日間呀，伊達到上個 half an hour，伊1點了啊，特別伊個叫你寫個人案，你寫未了未對。了阿咪你係你那是個你這是拜幾拜六呀？應該是拜五啊。哦拜五了，拜五報個半暝啊，你是講就1點。冇啦，伊是早起嘛，因為早起無。我愛報班嘅啊。啊，無拜五無上課嘅。哦對，你到聖誕單呢時啊？啊。哦，未怪啊，你奇怪。我嚟爽拜五。了這裡大媽摩托領導，你講中學時，佢哋啲報類不啦？報10。報10我嘅時代時陣是20喎。啊。了後面課本20嘅啦，20、25咁咯，一較出名嘅就係25，嗰是23、22咁咯。無過30塊啲啦。我別你這是吉大行政啊？對。吉大行政。了我係講一個故事，我一個番仔先生啊，伊百位嘅人啊，我特別坐巴車差不多點幾鐘看阿羅沙坐巴車架差不多愛到熱拉邊為報時嘅啦。แล้วว่าแต่ไปให้ขี่ไหลหัวโซ่หัวเพื่อไอ้จับปุยคอเนี่ยบ่ไอ้กอหลักคอชิบเป็ดคอกินนั่นน่ะทำเจียกอะไรจะบ่จับชุดคอน่ะแล้วลังแต่บูบ่มีลุยลังตั้งสิไก่講這個月我甲換บ่好伊講 OK 啊แล้ว這個月學甲了時哦伊講免啊揸這個月免好啊伊講你好啊個 discount 伊真好誒叫伊個時間厲害教แล้ว伊家報時我講到不鹹濕話個是白笑呀。冇熱得啦。熱得啦邊哦。แล้ว伊就啲講下啲物件，好你去演技啊，成個有嘅番仔字啊咩啊，甲簽嘅哦。แล้ว安怎用啊？係你搭啊啥物啊？伊安怎用我？伊就啲講你唔三唔四話，แล้วแก่就去哦。我演技啦。但係是先生是好咯。就係講種冇咩讀車嘅แล้ว劍三四物件特別厲害啊嘛。什麼是好咯？先生，美國咪是popular。伊無長命咯，特別拍算到伊無長命，伊變隻無可能伊幾十年啊。拍算哦。對哦，伊人也好伊，有教報銷啊，伊教番仔個真巧哦。伊個名係咩哦？伊當時啊，伊有一個國稅教報紙名咧，個人倒尾嘛，伊名咧個人樣伊教哦，伊無寫 note 係咪嘛？伊真無暑假啊。แล้ว伊就講，阿咪，itu pintu belakangnya telah kuncinya, you mau keluar boleh keluar. Ikut tingtangnya cium kuilai muya itu pintu telah kuncinya mau keluar boleh keluar, wah telah kacaunya. Dia tidak ke tunya. Ibu tunya le ke na tiam mau kau boleh cedeo tiam sia no. 呢班啊多。一班啊，應該是會燒差不多7-8里啊。安尼大人就知道你 stadium 嘅啫啊。冇啦，伊多一店厝遐咯，了係你店厝誒。了伊一條舊椅，了一個板很下，了你壓去壓落你桌頂啊，你記哦。知。種波士嘅啊，就個擺架雜掉啦，擺架雜掉誒。了伊波士應該是一到播2點鐘半，1點鐘也寫個人眼睇你咯。咧伊個是伊個跟播番仔嚟啦，是播拜課個。伊是番仔人誒，伊是番仔嚟。哦，是番仔嚟。咧一般㗎了哦 ，majority 啊，97%，95%，㗎了當人見誒。哦。
97%敢若是唐人囝诶。因為我真少看到韓那家迄個勁啊去補習嘅咯。Hello 啊，這是真誒，這真誒。啊，做咩事咧？你感覺係咩事咧？唔知。你家己無講家己人唐人家個另外家己是去補係咩物件？家己是去補韓那，是咩？啊，韓那韓國驚講韓那 fail 啦，人都是條褲啊嘛，人未談嚟試招啊嘛。對啊。所以較要緊咯。特別寫到尾來啊，我多數袂辦嘅很寫啦，我寫誒，我有去補習哦，我不寫會曉還囝咯。你寫成個還囝咧？你講？無，我講我寫作文還未本好啊，我會曉還囝咯，老師本啊，แล้วก็我還是 Form 3嘛，แล้ว Form 3咁先是所謂班第2班，แล้ว Form 4時候較有去班啊咯，แล้ว老師在講我會去咯 ，Form 4時有去班。Hello。แล้วฮัสเซนี่我本是補還那補迄個 English、Maths 甲 Accounting 哦，我唔是 Science 嘛，我 Commerce 嘛。嚇，แล้วAccounting，等，你是邊樣嘅？你 Accounting 係大包？我得咗。我去徛厝誒，在韓美間那邊，即1對1誒。我聽到 Form 6嘅時候，我去迄個另外先生，名未記名去，到底我哋幹嘛也冇迄邊嘅。當中啊？唔知，是當中伊隻名，伊個記叫伊名，唔知名，另外加 account。哎呦，我真閒咧，特擺，我哋未曉睇 Form 6係嘛？冇法度去補習，真閒咧，特擺去搞咩，直接激死咩補習時。你下邊講我聽到我特別去買物件傾嘅位嘛，所以我特別一行去入邊，我就先補習嘅時候，我就成日會去 shopping 物件傾嘅。OK， 但我唔就係講幾本啊，補習就幾本啊，Form 6嘅時，我想是30個課，是40個咁咯，哇，30幾個。哎呦，你時代你貴啊！特別我細漢嘅時呢，我細漢嘅時啊，我唔知乜。我未記講我捌可能補習嘅，我捌學住韓那先生隔來我嚟厝教韓那我捌啦，細漢嘅時，伊搭一頂 scooter 來，搭 scooter 來我厝，我教完補習嘅，我教我嘅 cousin 娘，特別哦，我真係冇補習，冇講補習就係我中午補個字，中午嘅時補習韓那咯，咩我未記咩，伊到底伊頂到是到底徛嘅厝嘅位，แล้ว是後尾是搬過去。老地古嗰邊嗰陣時啊，就啲即係，哎呀，我睇落啊，老地古是位，攏知哦，即係樓頂樓卡架頭毛咧，是樓頂去。咩去啊？咁樣help我，咩伊先生名即出名，特別攏特別是我年代攏個知，邊兩個人？那我別記補習先生名去啊喎。小姑啊啦，我小姐你真不過小弟個。出名啊！即出名嚇，即出名，韓那教韓那。你使講嘅名出來哦。你講佢嘟咯，嘟，講又冇講等下下，對，等下頭像講嘅你個另一先生咪就蘇嘟對，我到底去錄緊嘅 chat room 就看到蘇嘟，然後那個哎呀死我未記我另外一個你河南先生名咪曉，真係呢。OK， 等，每到對一個多隻走去，多隻對入邊。未。出去啊！多隻知道出去啊！是食電腦還是？哦，แล้วรู้呢รู้講話正裝講個咩？講你嘅補習嘅經驗。等我點先？等我都補下咪課。我古早是。波動我是波個隻韓那啦，了無到我有啥 science stream 度啊，阿落沙只有人波緊嘅咯，波細種 bio chemia 甲physics 嘅，所以個隻人波，個隻波 science 是嗰種 max 啊，哦對 ，max 啊，了係咪啊？我因為是 science stream，所以我唔波你講 geography 嘅物件咯。geography 有人波，咪上百條嘅人波 geography 呢？就係我實是有人波本，了。嗰隻是補阿摩華語加韓那。哦，你補等人華，我聽到我冇補華語，我特別我華語本就差啦。
แล้ว特別我個冇包，哎呦，我真係呢，就想到懷疑我就杜蘭呢。是我就可以講當見嚟講，好似淨係行開隻subject啊。啦，學生都只搞呀懷疑。我朋友嗬，伊人有去補懷疑我無補，我聽伊人講嗬，成個有誒個會教伊人按照寫嚟大開小開嘅個我較勁啊。你小學嘅中小貓寫大開小開。有風吹。我是就寫誒，寫咩字邊度？喲，我袂記啊。啊，9個6個字，6個字嘅是9個字啊，16個字，16個字嚇。四嘅拍四嘅，打開。誒，有咩？你點寫是？你有寫大開小開咩？有啊。看你睇咩燈誒？有啊，我係燈有，我就寫誒。無寫小開啦，應該是寫大開呢啦。中開。即係唔是大開。哦，對，中開。中開，對。我特別我講聽啦，我就是寫打開小開時候，中開 whatever 時候，我就是想我自己是成個我只見做功課就只成啊嘛，因為佢就想對佢就寫時，我就特別想講我是頂到你看你講好戲嘅你小牌你戲哦，因為是寫嘅電話冇變，很寫下我就自己想講話我是你傻啲傻坑啦，咪寫一念你勁啊！你一字冇。一頭無通嘅，我一頭寫咩字，我就寫紅色唱歌時就寫一個歌字出來，係咯。你多隻邊人啊？多隻？直接叫我係嘛？我阿蹦講。我甲你講，古早我個記得我 form 1 form 2 form 3時，還是有寫下你中開嘅時，我朋友無，因為 suppose 你都是愛對調伊安尼款寫嘅嘛，我朋友無誒，我朋友寫中開一個小開嘅，係你筆啊，係你 pen。一定要畫咯，然上個塗顏色，你看塗落去。兩個 color 畫嘅 outline 性啊，你 colouring 啊，你看 colour。你個教我個，伊講別使用 blue pen，就要用 black pen 嘅，因為佢哋墨唔是 black 嘅，佢哋墨 ink 都是 black 嘅。哦，特別看得出嚟啊，伊面無相啊誒。那看就對，你先生講，但係聽到時候，我成個，你要對伊 stroke，你使個鉛筆輕寫到啲嘢，你後特別你唔是七色啦，你是對伊混嘅，可能話咯我白。特別我講聽打咧時候，你鉛筆會線走出來，然後冇得橫轉。伊白打嘅時，你可以看到一條痕出來，然後你鋪起來。我古早都有當嘅是寫中開海咧啊，先生要叫我人寫成語啊，就要去吹咧成語。然後我人個講見嘅先生一號，我是我啦，我唔知我朋友，我去吹咧只讀嘅字啊，我寫成個去 describe 我先生啊。下賤下流。一成語就要四個字嘅。強姦。你內字啊，我來。你貼起來啊，嘛變四個字啊。強姦，你強女，奸有三個查某嘛？你貼起來個了。等陣咱走話題，咱講個即個是頭等人切，不止講頭等人切是咱個講過一擺，頂到我講過一擺啦。但講到啲博士，博士嘅時候，讓會記講你先生學讓做直接冇得我 mathematic， 我會講直接報 mathematic。哇，冇道理。我本是阿蹦。多謝真係。我冇報佢。你報，讓報 at math 是平常時 normal 嘅 math 啫。at math 啊？內本報。內本報。貴啊是只貴啊，貴不啦？貴嚟除料咯。是哦，報 math 是條貴嘅合租嘅了。你是個我講聽我聽到報 math 嘅時候，我是嚟我叫阿 Sir 嚟咯，我叫阿 Sir，但就冇啱攞再出住阿 Sir 嘅博士咯。然後我去博士伊嘅處是一隻班嘅，一隻輪一班輪掉，唔知防規是個無上點寫嘛。然後伊是幾名咯，伊是想唔知6點起6點個7點個7點個8點8點個9點，你可能就係博士一班輪。因為佢往去報時候，伊定他是用咧 dot matrix 嘅 printer 啊，印伊嘅咧 question 伊咧mathematic 嘅數學揀出來嚇。然後伊嘅 dot matrix 係抓，我唔知啷知唔知我講咩啊 dot matrix 嘅 printer，啷小咧你唔知啊？知。阿峰知啊？
一多聲啊嘛，阿蹦先阿蹦小小你唔知啊，伊就是安尼伊抓呢，伊會抓成日看你邊啊多邊加邊，而且伊抓嗰是接掉誒，咱咪是平常時咱咪 A4 嘅 size 抓下。伊頭尾搞到接掉咋，特別要拍坑互你貼啦。你多邊嘅只邊呢，伊本來 strip，你俾 strip 伊一坑嘅，所以成日伊 printer 咧有咧 groove 嘅，伊有 key 嘅，佢裂掉伊嘅坑咧轉，你左右那印。哦，我知。then 伊個唔是你看你就伊個 carbon copy 就後尾個伊個 get in，所以印出來是走印的彈攞掉出來可能咯。แล้ว我特別做你 question 當邊做？我哋記，特別啊，我未記咩就咪記啦，我可能會記，伊抓呢你，我只線，我特別發現我只線。แล้ว特別我去補習時咩？因為我去補習一隻 song 就是 after 補習嘅時候就走去巴沙馬林，因為我拜二四補嘛，拜二邊咧啊你啊當中我巴沙馬林，所以我規定你 friend 嗰陣時去補習時為咗去巴沙馬林嘅，可能。未怪你未記到波係咪啊？所以去巴沙馬蘭嘅，但係食satay還是食 burger？嚇冇嚇，我一定我 actually 我諗規定啊，我叫做巴沙馬蘭咪gang咯，我規定定到我對佢是我 gathering 嘛，唔知幾年啊，畢業咪幾年啊是，有我嘅 group 就是叫做巴沙馬蘭咪 gang 咯，是嗰啲 possible 就係去，誒，go ลอง聽到有播即係咩啊？係死我未記講，我講你阿嬷較似咩阿嬷啊？叫做咩啊 ？Triple 19嚇。攞住播 Triple 19。我冇講。有另外你看佢播嘅咩？有誒，我聽到我未，而家我未睇 Triple 19嘛，แล้ว時我走去。哎呦，bedak 講我 lost weight 咧，等陣我今日比較針停掉先講我刪你啊，等陣。哎呦，bedak 講我 bedak 係搞呢咯，刪起啦，掉，我白多冇對咪你真冇睇知啊，呢一時個講到博士Triple 19嚇，哇，聽到有播誒，攞住把波過。人無人播啊！真。播誒，你錯伊是 focus Triple 19咯，特別無講半開啦。哦，我是有播兩個 English 啊。安怎？一個是 focus on essay 嘅，2點鐘幹那些兩個 essay 嘅，然後有一個是有加 grammar，下面本有 include 加了嘅啦。哦。加入 literature 下面啊，因為古早我講 literature 嘛。literature 哇，梗係見嘅呢。下面嘅 literature。安怎啷讀 literature 是安怎啊？我唔知，安怎中午讀 literature 咩？還是方式？就是報 literature。安怎報 literature 阿崩？伊是 curriculum 嚟嘛？伊成個 form 4 form 5，伊成個 look form 4，你哋咪讀一本 novel，then form 5你咪讀一本 novel。So within SPMSC 伊就會出 question 會每類咯，像個 regarding the novel，所以你特別去報伊，你係在伊喺個 novel 下面 ，and then 伊會安怎問下面 question 嘅嘛？佢特別講下面伊個咧安怎講啊？你特別講 about 伊個講伊個 theme 啊，伊個 theme 啊，係咪係幾物件啊？對。personified 係咪是骨頭？係咪骨頭呢？定當時我 form 6時，我 form 6時睇 literature English literature 數。哦，特別你是 form 6。我係你時啦，Malay 本有 literature sastra 啦 ，English 冇 literature，我 Chinese 英語我嘅 Chinese literature 嘛，所以我三個 literature 特別讀咯。哇！你是見讀冊，你是見看冊啊？冇啦，冇講這件啊。冇講這件，那個睇 literature 咪真先。compulsory 嘅 English กับ Malay 是การว่าคี extra 嘅你 Chinese literature เนี่ยแล้ว冇得嚟ลองอูกำกะก็งาลองป้อในจีหังลองแกมป้อ係咪啊？ป้อ咩？แกมป้อ道德教育我ลองกำกะ moral 冇睇ป้อ是ป้อ咩骨頭？有啊，我有去ป้嘅。冇人講小學就好啦，小學就無肯播啊，然後變係囡仔樣，伊袂曉道德嘅物件真正濟喲，攏感覺。
有啊，不要叫你爸爸母教。嚇，對啦，爸母是一個了，先爸母教是活咯，爸母教到底是個電腦術。啊，你是問題啊，有時啊。了，跟住你是學長教，跟住成個你知影冇對手教冊嘛？伊個隻哦，伊當時有教道德哦，就是迄個阿毛先生，個是迄個主科的先生來嘅道德教育，個是體育來教，教樣嘅主科嚇咯。所以我 feel 到成個是無方面啱嚇啊。哈哈。了中位冇得有咯，古 continue 響教啦，無講老師響嘅 class 咱係嚟教無嘅中學就唔捌拄到誒。小學是第一屆啊，了我 feel 到伊無有課本好，無課本好本無必要反做。誒，我唔知啦，moral 係一課讀嘅課本，唔係曬成個無咪，但係你只物件，我咁玩啦，我咁玩看是用你 class 啊 ，instead of moral 啦，叫佢做成個 philosophy 是係咪？你 you know 成個叫你去想 ，instead of 叫你讀，你被考嘅時就被要寫出來咪，你那是被要寫你就是應該是 more to practical than theoretical 啦。啊，應該是。但小學嘅是 moral 就被教，特別中學成日起到from 3 from 4 from 5，學你 moral 個背係做咩嚟㗎了？對，囡仔個有法度啦，所以你講成日講故事學人唔聽啦，裡面有成個 moral value 嘅什麼物件，係你個話講啦。看新個小黃狗龜兔賽跑嚇咯。哈，แล้วก็係咪啊？攏個會記啊？哎呀，但係即係這個講咱個走話題，講到啲80。就播成個就咱講即差唔多成個播攝咪你看啦，就去學piano學咩？你看你咪嘅 piano guitar 錄啊，冇道理。我無學啊，我係學出來累啊，無趁學。我想是我兩年呢 piano。我piano咧當今個有拍。會曉啊，個有基礎淡薄啦，了個有是去 college。我想當今近來有拍超情。我有，你波子會曉咩啊？你像是曉拍吉他哦，波子。到時你去學，你除咗播攝，你去學沒有拍 band 啊？學 band 啊？學吉他。拍 band。我拍 band 去比賽。我咪你去播攝，你聽到去學成個 instrument 啊？沒學你拍 music instrument 喎？對啦，一間嘅啦，你學 drum 啊，我學吉他，學 bass 啊，然後去 competition 啦。哦，你學咩呢？嚇，係咪我吉他呢啥？我都拍吉他，你當然去印度拍吉他啦。講，你多謝，但係你冇講到，但係你走去介紹，你就八啲巴咧嚇。冇就八啲嘢啦，八啲幾巴啊？幾巴？你是食咩？你食格林亞 food 啦，食格林亞米還是食咩？格林亞也 food 噶啦，格林亞啦。你 OK，然後我你即係定到博士嘅時候，你會記你報佢係咪 call 係咪 subject 報？係咯。你多中我報，中我報。啊，中我報到咩閪呢？冇報。報咩？報咩閪呢？報咩啫？啊，你冇報啊？報幾個呢？冇報。有啲教啊啦，自己曉。教啦。就細校。面考試面嘛啲考試。你 CE 的呀？啊，抄嘅字就係個18嘛。Copy exactly 的呀啦。copy paste。你講你當佢時候記得細漢去報紙學掉面呢？哦，你講下下面冇啫。我講聽我就聽到中學先生是小學先生別嘅，中學時候，我就先生講啦，那是講你記你8號你去報紙嘅時候，換咗大你驚嘢，係隻狼嚟掂落喺個泵住先啊！我浸佢啊！是唔是點啊？我唔見啊！你去話大你驚去搏命機，得個嘢個。掂到閪聲啊！掂到閪就搏命機。對。哎呦，
啊，咱个要补充嘅物件，最後我想話補充物件講咩講？我想要講啊，有早有嘅生吼，伊正好笑，本來有一叫加 mat 嘅吼，伊毋是講伊加，伊在頭前加呢，可能伊是坐掉一邊啊吼，伊 photostat 迄個 paper 互咱家己做，袂曉嘅時間來找伊啊，可能啦。然後就坐了一邊有陣時伊個無咪物件講啊，咪可能坐掉，無人找伊吼，個講，然後伊個家己在一邊唱歌，伊個寫字，因為我講伊字水哦。就會你。因為有陣時每後面個袂曉嘅是每一個一個講嘅成 serious 嚟看，這一題沒有出的話，我就跳海給你看。你 question 冇出的話，佢跳海好你看。你一個有影冇出，一個不跳海。你唔會跳就接到咯。未死呢，未死。我跳海沙啦，馬路邊咧。一個嘅成個講過呢。但係跳海沙啦，我同你講。個條試一個條我講嚇。啊，無死掉兩天隻下菇啊！哦，你OK，就要講個包槍講對。阿邦，我古早有包過一個真好笑嘅，我包中泰過。I mean not really 書法 not really 包啦，伊是去學啦。你有講我 case 真好笑嘅，因為我是 left-handed 嘅嘛。我都超怪。then 特別係你先生嗬，係用 right hand 教嘅。所以我就甲伊講，我真超，俾你學嘅冇秘技。我就甲伊講，我是倒手，我是倒手嘅嘛。你叫我用正手，我冇哪會用。伊就講不要緊，你學啊。所以當今我是用正手夾鉛筆，倒手夾迄個毛筆。無，你倒手夾鉛筆，正手夾毛筆，對。哦，厲害咯！你咪是你只細漢啊？你面聽到我是？冇夠十幾歲啊！十幾歲啊！哇！如果你搞啊，你日日練，你可能用隻手寫啊？我古早用過兩隻手咩寫嘅？我古早。哦，頂頭時我隻朋友咪是兩隻手寫。我頂頭時是geography 話地多是隻唔驚俾擦食嘅時，我都用兩手嘅一邊擦一食。尤其是擦海嘅時啊！你圖片係啦，未出去你先嘅啦。嚇，你看啦，落肥嘅咧。你用卡本嚟。我諗我冇得厲害啦。我用吹個。我只正卡寫格人間多卡寫 essay， 你一時超佢哋擦出咗個 fee 地多。攞你 essay 個 combine 起來，你想我食個 translate 是 Chinese。你想我食個人講啊？而家講講乜嘢快？有蝦米人捌有去。我畫圖畫啊！我佢就站，有。嚟講下。我諗個名有攤學啊，我冇攤學啊。你時間，我到你時間學落到啊。細漢時間啦，大漢都兼鬧啊賣啊。做咩事唔使使學誒？我真係使學啊鬧啊笨蛋啊！細漢啦，因為我古早細啦畫圖畫，你畫隻人啊，伊人啊狗假咯，你狗假出來喎。當佢咩？講到我到啊，我實我不我繪本哦，像是我到我是像是我不應該往先生到啊。好啲啊！時候多邊多人夾我到我嘛，你我以後好似一招有十整嘅咯，以後想你冇計波攝咯，以後都十本一年咯。哦呀！有啲計波攝咯，是哦。有位度話幾小近你咯，有位我攞到幾小近嘛？哇！你哋搞啊多隻。啊，你冇仔啊！你係喺博士喎，後年，我連發現天啊！而家真係得啊！多謝你係咪啊？你喺博士揾咗佢幾小近？有啦，但係博士啦，特別今年會係，特別是依度我是食個比路嘅咧。我今年注意嘅，我隨步啊喺呢邊啊掉。你隨步一叫啊？隨步今年我幾小近你嚇，嗱。小看你 scan 啊，裝去小看你 scan 得叫啊，使我搞你除，除我應該是高啊，我特別對埋你先除咗咯，啊，少本冇啲咯，你嘅啦，十幾年證書咯，冇啲咯，哦，啲咯，誒，佢攞我攞多少卡啲，唔是攞阿羅斯達係幾？誒，見到你成阿羅莎人嘅借條，係啦，我學嘅大股
得嘅學古名念書啊。get 大歡迎啊 get 大學見.com 唔敢講 get 大股，伊 get 大股往變靚往嘅 get 大人未都變靚多啊！get 大股學見.com OK， 搞下小三，我俾去幫晒啊，可能嘅節目去另外一個話題。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若是講節目去個另外 topic 呢，我可能個分到對路咧，暫時幫唔少可能聽就先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過嚟再見各位，拜拜各位。感謝我嘅特別嘅邊摩多玲啦，阿劉椒咧，我嘅先椒個咧阿邦大隻學生啊，做昂個大媽對佢講話講對誒名咩嘢啊？大背鏡。大背鏡。OK，拜拜。拜。